在市长王伟棣带领之下，地方议员和社区居民欢喜迎接这座符合柳营特色的主题公园，场面相当热闹。台南市府结合水环境，推动一区一公园的计划，把柳营的樱花地方池规划成特色公园。滞洪池主要是为了避免大雨的时候水洪水一时排放不及，造成淹水，所以特别用一个滞洪池来装这个洪峰时候的这个水。不过我们不能期待滞洪池每一年365天都在装水，因为不可能也不能够有那么多水。所以呢，我们滞洪池平日的时候就要变成一个民众可以休憩的地方。那在柳营这个地方，樱花滞洪池，我觉得是经过这样设计的话，应该是蛮漂亮的。每年是台南市8，因此公园在设计的时阵，以柳营的历史为发想，结合准造型意象，设计成特色悠久。同时将周边环境美化，未来这座地方池除了丰盛功能以外，也提供在地居民休闲的好去处。遮早期是郑成功屯滚练兵的所在，所以讲咱这个游具咱嘛是拢这个船型的设计另外就有寡这暗坑拢以前废弃不用的嘛拢搁收起来新设计所以讲这嘛是一个环境教育。循环经济教育的一个真好的所在柳营区公所期盼这个特色公园，从事地方文化，地方池在落雨的时阵也当发挥作用。市长王伟棣指出，后续将增加12头照明的设备，要让当地居民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台南新闻双怀采访报道。